內地手機要登記個人資料，香港用戶怕私隱外泄。尋日開始喺內地買 SIM 卡，就要提供身份證明做記錄，每張身份證最多只係可以買18張 SIM 卡。未登記嘅舊客要喺3年之內補返。內地手機嘅用戶有超過7億2千萬，其中未登記嘅就有成5億個，過百萬係港澳台用戶。好多香港用戶都驚登記咗之後會私隱外泄。對於呢個新政策，中國移動話而家只會針對新用戶，唔會逼啲舊客補辦。中國聯通更加話唔使理。北京尋日開始就禁止報紙檔賣 SIM 卡，違例嘅會罰5000蚊人民幣。但係其他地方嘅士多報攤仍然照賣。現在還沒有，還沒開始啊？我們的號碼還在賣，你看我們。因為我們看報紙，我也看啊，那政府共產黨是在放空炮的。這樣很多顧客不方便，他走一個地方要換一個地方，曉得嘛？他的卡就隨時隨地都在換。有民眾就支持新政策，你覺得唔會俾人哋呃啦，係嘛？哦，你就算呃到都有根可尋啦。但有學者就話，新制度嘅目的無非係監控社會。有香港記者就擔心，如果提供身份證明，返內地採訪隨時會被公安、國安機構監視。